这个是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辰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这个贺锦熙太不像话了，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啊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对，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不干了。能干就干，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姐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是，真的？这啊，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房间拿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苏小姐。哎，苏小姐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，还是苏小姐人好。你看看吧，越来越过分了。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着急息，我会找她聊聊的。他都变成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呀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以我对她的了解，我相信她不是这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相信他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这才是我的生活，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快了，快了！现在全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讨厌苏妍希，就算你顾西城喜欢又怎么样？大家都讨厌他，慢慢的你也会讨厌他。到时候老太太站出来再替我说两句话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顾家，做堂堂正正的顾家少奶奶。哎呀，最近少夫人怎么总是对我们这么刻薄，还老骂我们呢？就是啊，以前不这样，最近怎么老这样？哎，还是她的小姐姐好。嘘，别说了，赶紧走。真没想到，事情都摆在他面前了，西城还在为他说话。
哎呀，老夫人，少爷应该比我们了解少夫人吧？那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就应该有他道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少夫人以前也不是这种人呐。是啊，那就说明她以前呢是装出来的。看看她现在抓住西城了，她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说这要变，她也变得太快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在观察她一段时间啊？看看景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出了什么问题了？哎，您就该冷静冷静，这件事啊没那么简单。哼，如果贺锦熙他的真实面目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管西城怎么喜欢他，我都会让他们俩离婚的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锦熙，咱们俩聊聊吧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跟我说一下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我可是听到很多人说你最近很不正常。真的没有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锦熙，咱俩是夫妻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顾西城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以前都是我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你能接受最好，接受不了，离婚吧。贺锦熙，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没事说什么离婚啊？你就当我吃错药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随你怎么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费心去讨好你和老夫人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要没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顾西城，你早晚是我的。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顾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习惯了。这两天也不知道顾总是怎么了。虽然说他以前脾气也挺臭的，可这两天尤其的大，都已经无缘无故骂了我半天了。怪我，是我的企划案做得不够好。谁说的呀？哎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公司上下的事务全部都是你打理的。如果你再做的不好的话，那就没有好的了。我看啊，就是顾总挑刺儿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万一让他听见，你可有麻烦了。我回去再看看，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。啊，你也小心点儿，别招他。苏小姐，
顾总爱吃什么？他爱吃米其林餐厅里面的牛排。贺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教你做这个菜。我花钱到这儿来不是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要学你最拿手的菜——融雪牛排。贺小姐，你想做菜做得好，一定要真正投入到每一道菜，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。大厨，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家里有佣人，这些可以交给佣人做，我只要学怎么做牛排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好多基础都不知道。大厨，我花钱请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，我要学牛排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牛排。怎么了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也不算是欺负吧，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好日子到头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要失业了吧？失业？你开玩笑吧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说，以前坐我位置的那个女人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把位置让给她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以为他谁啊？哦，他回来就让你给他让位置？你老板没什么话讲？妍希，做人不能太软弱了。当初他离开又不是你的原因，啊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让你给他让位子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知道一句话，能者居上，我相信你不比他差。让你让位子。对了，你老板不会是和他有一腿吧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两人之间有合同啊。合同？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合同啊？哎，反正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。反正我要是失业的话，就找你蹭饭了。你呀，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，我都会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新开的一家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。棒棒的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么么哒。大厨，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贺小姐，你虽然来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很有悟性。这个牛排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我从小学东西就很快，小小的牛排怎么可能难倒我？虽然你的技巧已经有掌握，火候也把握得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你还是要注意：烹饪的真谛，不光是让人得到生理上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只有你真心的想给一个人做好的食物，任何一种食材，你都会让它变得美味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废话。我只要知道怎么让牛排变得美味就好。哥，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？这是忙什么呢？也没忙什么，就是觉得老这么玩也没意思了。这结婚跟不结婚就是不一样哈。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？看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。你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。你别看我没女朋友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们未必有我懂得多。不信你说来听听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变得太快了，这翻脸就跟翻书一样。女人那便是好事啊，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
可是他不是变好啊，他是变坏啊。变坏？嗯，有多坏啊？他勾引男人了？那倒没有，他敢。那就没事儿，只要不触碰这个底线，那都不算事儿。再说了，坏肯定有坏的原因，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坏，只要找到原因，那就解决了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可是他不肯跟我说，而且对我特别冷淡。那就说明啊，他没把你当成他的倾诉对象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所以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。如果你对他有足够的安全感，那他不就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是不是？王丽啊，进来一下，来了，跟我进去一下。这小子说的有道理。安全感。奶奶，哎，我怕你等得着急，特意给你准备了水果沙拉，你先尝一尝。苏小姐啊，真想不到，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奶奶啊，你都没有尝就夸我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我的拿手好菜马上就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来，坐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有人给我们烧好吃的。哦，贺锦熙又学新菜了。他呀，出去了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甭管他。那是谁呀？苏小姐啊，今天亲自下厨露两手，你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他呀，他做的饭能吃吗？苏小姐的手艺肯定会不错的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吃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好心好意的给咱们烧菜，你怎么着也得客气点啊！人家毕竟是客人。哼，客人，您还不知道他到我们家来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对咱们好就是有所图啊！奶奶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反正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看你是多想了。啊，西城回来了，正好我也准备好了。奶奶，这份是你的牛排，怕你肠胃不好，所以做的7成熟。哎呦，好。妹夫，这份是你的，5成熟。哟，对我的口味挺了解嘛。怎么说话啊？那个我是听我表妹说的。奶奶，你快尝尝吧。哎，好，尝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味道真好，跟外面大厨做的没什么两样啊。奶奶，只要你喜欢最好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吃啊！多年，妹夫，你怎么不尝一尝？吃啊！我只吃贺锦熙做的牛排。苏小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呀说话就是这么直，他不吃啊，我吃。哎呀，这牛排做的真好。果然是一醉解千愁。早知道喝酒的感觉这么好，我早就把你约出来喝酒了。切，就你这小酒量啊，喝一点就成这样了。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拿。还不醉不归呢。有本事，咱们一会儿你跟我去酒吧。去就去。酒吧我还没去过，正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看看酒吧到底长什么样。OK， 来扫完杯中酒，转场去酒吧。
喝。你怎么可能会比我的大呢？对呀，你看，我也是嘛。我比你大，我1比你大，喝吧。来，我陪你一个。给我来一杯长生不老的灵药。OK。什么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啊？要不我们也喝一个？我觉得可以。服务员，这里2杯长生不老灵药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。妹夫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对了，简溪这么晚了没回来，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啊。哎，但是他这么大人了，又不会弄丢的。哎，妹夫，你别出去了，说不定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她可是你的表妹，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不担心她吗？干杯！长得那么丑，还没素质。哎呀！真是的，虚什么呀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妹妹，你们2个没有男的陪，寂不寂寞呀？对。哎，干嘛？去哪儿？老大请你喝酒啊，喝一杯再走吧。我们要回家。哎，什么家呀？喝在哪哪就家。来喝一杯再走嘛，这家。妹妹。今天晚上所有的都是哥哥我来买单，来陪哥哥喝一个嘛！来，干嘛？给你脸是吧？快冲过来！也是。喂，贺锦熙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我们在先喝酒吧。什么？在酒吧？哎，有一群流氓！过来！等着我，马上过来。来喝一个！哎呀，起来，起来一点！哎呦，哎呀！他谁呀？我干的！我去，他还敢动手！我是经理，这真是误会。
交给你们了。西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奶奶，没什么事儿。啊，刚才锦溪去酒吧了，我刚把她接回来。她到酒吧去了？锦溪人呢？喝了点酒，在楼上睡了。喝酒了他？那你身上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您别紧张，刚才跟别人打了一架，这血是别人身上的，不是我身上的。你打了一架？怎么还打架了呢？刚才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就是啊，锦溪也是的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跑去酒吧，这酒吧是女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吗？奶奶，你也别着急，你看，幸好今天妹夫没什么事儿，天又这么晚了，要不让她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吧。是啊，奶奶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得上楼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这个贺锦溪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，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气死我了！奶奶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个顾西城这么在意苏妍希，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。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傻瓜，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应该可以把自己找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身影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，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。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会浇花。也许，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傻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和奶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们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奶奶，你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吧？你别怪我表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你千万别气坏身子啊。不会的，自从锦溪嫁到我们家呀，
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可是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可能是因为她心情不好吧？心情不好？她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？喂，小薇。哎，妍希，你没事吧？昨天那事儿跟谁呀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倒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喂。小薇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晕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等我好点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喂，切。奶奶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和景熙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你跟他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为什么？景熙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。你说我又做表姐的能不说他吗？那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和我生气呗。你管他是应该的。像酒吧那种地方，是女孩子能去的吗？那么乱。昨天晚上西城从酒吧回来，满身是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回头我一定说他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，下回若是再这样，可别怪我不给他情面。是，奶奶。奶奶。我出去走走。你跟奶奶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苏妍希，我当初真是小看了你。你勾引男人有一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勾引男人了？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，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。顾西城他对你动了真心。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，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？等你离开顾西城，我自然会把你妈还给你。我妈？她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不是我妈。从她和贺振东离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妈妈了。当初她不要我，现在想我认她，怎么可能？贺锦熙，离婚这件事你怎么能怪妈妈呢？她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么好赌，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妈妈，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她就离婚，就带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给贺振东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贺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但是现在，是你抢了我的男人，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贺锦熙，如果不是因为妈妈，根本就不会站在这儿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回去好了，我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
被猛力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。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等他们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。那个酒吧谁开的呀？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？吴东？别人开酒吧，他也开酒吧。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。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别开了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行。哎，西城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种喜欢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，问他也不说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，让他受点罪也好，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。会调教。常副总，顾总在里面吗？哦，在。顾总有朋友在里面，可能现在进去不太方便。这份企划你帮我交给顾总吧，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我想这次他应该满意了吧？常副总，您没事吧？是有些不太舒服。你跟顾总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妍希宝宝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长得好帅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的？昨天晚上，他手下的人带我回去的呀。不过嘴倒是挺严的，问什么都不说。宝宝，小宝宝，告诉我他谁啊？谁啊？啊，我老板。你老板？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不太一样啊？昨天还跑到酒吧救了你呢。其实昨天的事是个巧合。本来我老板给我打电话呢，是想跟我聊点工作上的事情，结果没想到你接电话了，跟他说我俩在酒吧里出事了，所以特别巧，他就过来把我们俩给救了。是吗？反正我总觉得吧，他对你不太一样。你说你呀，你有一个那么帅、那么好的老板，你怎么就不早点介绍给我呢？要是能早点遇见就好了。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快去。哎，方叔，少爷，少奶奶呢？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啊，您去忙吧。哎。你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快就回去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李成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坐。好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最近这个贺锦熙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就分开吧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锦熙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分开啊？你先听奶奶把话说完。我以前啊，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他乖巧、懂事、孝顺。可是最近我发现啊，他身上有太多的坏毛病了。现在想想看，
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啊，那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奶奶，怎么可能是装出来的呢？锦溪本来就是这个性格。要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他现在的表现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到酒吧喝酒，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要再这么下去，那我们顾家的形象可全都毁掉了。奶奶，这里面有些误会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以后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啊，那也就罢了，可是他还牵连到你，让你去跟人家打架。那天晚上你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你说奶奶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好，奶奶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我顾西城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儿啊，全都怪奶奶，是奶奶没有给你选好这个媳妇儿。好在呀，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，赶紧把婚离了。奶奶一定啊，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这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？就连他的表姐都说他读书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。什么？这些话是苏妍希说的？是啊，要是外人说的话，我还得要思量思量呢。那是他的表姐，能说假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要是外人说，我还可以考虑。要是这个女人说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奶奶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能相信她的话。不能相信？哪有做表姐的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表妹坏话的？奶奶，您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，咱家就没太平过，而且是她来了之后，锦溪才发生的变化。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人是另有所图了？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单纯，而且居然有一天她跑到我房间去了。我估计锦溪是知道这事儿了才发生的变化。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是顾及到锦溪的面子才没有把这事儿说出来，没想到她先挑拨你和锦溪的关系。这种女人咱家不能留，明天我就把她赶出去。季城，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看这事儿啊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事儿呢就交给奶奶来办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。奶奶，听话，咱们再观察她2天，好吗？就2天。啊，行。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居然这么袒护这个贱人，还想把我赶出顾家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你这次算惹错人了，我不但不会走，我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顾家，直到夺回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也是我的房间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顾城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了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了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，行了吧？你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锦溪，别闹了。谁跟你闹了？无聊。奶奶，你找我呀？哎，来，坐。奶奶呀，想跟你谈谈心。好啊。我呢有点私事儿啊，想问问你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奶奶，你这个话说的太见外了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事儿问吧。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奶奶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之前一直考虑学习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交男朋友。哦，哎呀，
你现在啊已经毕业了，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我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，对我好就行了。啊，那经济方面呢？有没有考虑啊？经济方面那就更没什么要求了。奶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呢有一个远房侄孙呢，想介绍给你。他呢现在啊在大学当老师，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人也很好。家里的条件呢，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那也算是个小康人家了。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标准的书香世家。我看你们两个倒是挺般配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考虑个人问题。怎么？你是觉得我这远房侄孙配不上你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奶奶介绍的人一定很优秀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听我的。哪天呢，我安排个时间让你们俩见个面，你呀，肯定会喜欢上他的。这样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。这个老太婆已经给我介绍男朋友了，我必须有所行动。这个计划一旦成功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，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顾家。即使顾西城对你还有感情，时间长了一样忘了你。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表情。我说你喜欢上顾西城，你还不承认。不过承不承认也不重要了，你必须要听我的，不然我怎么把妈妈还给你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除了选择相信我以外，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？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帮我完成计划。顾西城每个周末在家中午都会睡午觉的，这是你唯一能够接近他的机会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就把妈妈的地址发送给你。前2天都是我不好，我让奶奶担心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请奶奶吃一顿饭，就算给奶奶赔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好。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要说出来，奶奶会给你做主的啊，可不要像前一阵那样，差点惹出事情了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才发现我把钱包丢在家里了。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奶奶这有钱，那怎么行呢？今天说好的是我请奶奶吃饭，当然得我掏钱才行啊。你这孩子，好，听你的，回家去取去。哎，掉个头吧。苏妍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西城，我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！你快出去，出去！西城，你别这样！苏妍希，疯了吧你！让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静熙，奶奶！静熙，回头再收拾你。何建新，你等等！你等等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。
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放开我，顾西城！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奶奶也在旁边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，我也很纳闷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顾西城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们离婚吧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锦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！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师傅，玛利亚医院。好。方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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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苏小姐，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，不是你。奶奶这个称呼，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。再说了，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，都不愿意留在顾家，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？失陪了。哎，方叔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轻举妄动。现在看来，只能让苏妍希和顾西城先做个了断。病人这2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，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。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。我妈妈在这1、2个月了。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贺锦熙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锦熙了，妈。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
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两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？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邵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他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邵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如果锦溪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他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。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竟敢这样侮辱我！苏妍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城，就算你今天掐死我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从我的面前消失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够了！贺锦熙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西城，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西城不是你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进来，欢迎。好。哟，给你妈擦脚呢。对呀，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，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。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。前一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脱不开身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，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，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想死！
啊？先放倒我再说。上阵，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她了。你说这话有人信吗？你有可能一辈子就这一个女朋友？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这次是真的 ，It's real。大叔，一路走好。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让兄弟们过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吗？是啊。啊？搞得这么阴郁干什么？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 ？Happy 耶！拜托你 happy 一点 ，OK？ 是啊，顾少，你这样我们看着多难受啊！你也高兴点啊。我开心不起来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嫂子跟你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就好了。她说她要跟我离婚。Why？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。我觉得吧，小嫂子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是谁呀？顾少爷，钻石男，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会跟你提出分手啊、离婚的这些事儿的。你不了解她，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管她一般不一般，她就是个女人。女人生气的时候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。你不要跟她计较，也不要跟她生气。等这件事情慢慢的过去，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。对呀，顾少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小嫂子今天难道也不管你？不如你今天就当做你的单身派对，让兄弟来操办。兄弟我定把你的追悼会变成一个大 party， 耶！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互锦溪，锦溪，快去叫救护车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了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。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
Look at me， 开心一点啊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现在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你做任何事情 ，nobody know。我很开心啊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和我的。没看出来啊？顾少现在的心已经和小嫂子紧紧的拴在一起了。对，小嫂子很好，非常好，都知道她很好。可是，梦涵，让我看看，有梦涵好看吗？小青，你小青好看吗？当然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姑娘们，姑娘们，请告诉我，这个屋子里最性感、最帅的男人